君子呢有3件事情是很敬畏的，很恭敬谨慎的，因为敬畏就会非常的小心恭敬，不敢掉以轻心。第一呢，就是畏天命。我们呢传道凭借的就是天命的真传，所以这个天命呢是非常的不简单的。它呢会传付给特定的修行人，还有呢传付给特定的祖师去传承。这个我们要非常的敬畏，还有敬畏当世的道德崇高的贤人，好比就是我们道场的前贤人，我们的和老前人，甚至于自己的父母，我们都必须要去尊敬、恭敬、谨慎。再来的话是圣人留下来的言论教化。然而就是小人呢，他因为不懂这些东西的重要性，所以他就会轻视它。其实对于后学而言，我觉得后学认为这一段话就像我们佛规15条里面跟我们讲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都要能够谨言慎行。因为呢，有太多事情是我们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了解的，可是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就给予评论的话，有时候会显得自己就这么说好了。后学以前有去想到自己小时候呢，因为就是细汉班，所以呢就会讲一些很无厘头的话，然后想一想也是一些非常没有礼貌的话。那也是因为小时候不懂，所以你觉得讲这些话好像无伤大雅。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如果我们真的懂这些话讲出来是没有礼貌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选择去说它。然而就是现在呢社会上呢有一个族群我觉得认为他们非常特别，那就是酸民，网络的酸民。如果我们有，当然如果就是尽量就我们常常看一些新闻，然后呢新闻有一些是比较正面的新闻，然后有一些当然是一些比较社会负面的新闻。可是有一些人不管怎么样，他都一定会在下面留负面的言论。即便今天呢，可能这一篇新闻是在说，谁做了什么样的好事，然后什么就是有一点像好人好事的一些新闻，那偏偏就会有人在下面留言，就是讲一些很负面的话，什么哎呀很虚伪啊，很假啊什么之类的。那后学呢，觉得自己呢一开始呢看到这些人的留言的时候呢，一刚开始会觉得很火大，就会觉得说你干嘛就是别人做好事，然后你都讲不出好话。结果后来呢，现在呢，后学觉得就是这样子生气，就是看这些酸民讲的话呢，会影响自己的心情。那后学有一阵子呢，就选择不要去看这些人的留言。那最近呢，后学就想听了那个巴黎崇的讲师讲课，后学才去想到说，其实他们有的人讲话讲不出好听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替他感到觉得他怎么说很可怜嘛，因为他的脑袋里面呢想不出一些好话，他就只能讲攻击别人的话，然后伤害别人的话。在《黄母训子十诫》里面呢，也有讲到为三位死九思，言行相互，遵三行，守四务，方是贤真。遵训行，登圣域，极乐常享；不遵守，任己意，地狱安身。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后学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真的是自己没有想到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呢，我们都不要任由自己的一句就是随口呢就讲出不负责任的话。其实我们真的要记得，今天我们在修行这个时候呢，说出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今天我们如果说了一句好话，是鼓励到别人，给人温暖，给人力量。当然，如果我们轻易的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伤人心，然后结下恶缘，就比较可惜。所以呢，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就是用心去尊重每一件事，甚至是每一个人。特别当我们不懂的时候，
更要小心谨慎的去应对这样的事情。然后后学这边要分享，就是以前呢后学都，就是最近后学的朋友跟后学分享，她说她老公就是有一些就是反正她老公做事情很不顺利，所以呢她就去问了什么神明，然后她就有一天就打电话跟我分享，她就跟我分享说，冯第三，我老公呢就是因为最近很不顺，所以他有去就是问神明，然后呢他就说是他的什么冤亲债主呢在干扰他，那后学就很好奇问说，然后呢就问他事情的那个缘由，然后他就跟后学分享说，因为以后学的认知，以前的认知，后学会觉得冤亲债主想必就是我们去伤害别人的生命，然后呢别人不甘心，所以才会来跟我们讨报。结果她跟后学分享的是说，她老公的上一辈子的姻缘，其实她老公就是她说她老公上一辈子是一个医生，然后呢因为当时候的条件呢，所以她老公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救治那一个人，可是那一个人并没有因为这样死掉哦，只是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而已，然后产生怨恨。然后后学的朋友就跟我说，其实冤亲债主他不一定是我们要去伤害他的生命，而是当我们让别人起了怨恨的心的时候，不甘愿的心的时候，都很有可能结下那个姻缘，就是以至于影响到下一辈子。其实这个观念呢，有一点颠覆后学的想法。后学才会想说，以前是自己见识太少，所以其实所谓的冤亲债主，不一定是说我们伤害别人的生命，而是当我们让别人起了怨恨的心的时候，这个梁我们都说了结下这个梁字，那就会生生世世的跟着我们不断的去轮回，直到我们能够去面对它，并且解决它，然后化解它的时候，这一段姻缘呢才会算了结。好，那接下来的话是记事第16，孔子曰：君子有9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孔子跟我们说，君子有9件事情要留心思考，观察事物的时候要想想自己是不是看得明白，听取言论的时候要想想是否听得清楚明白。那在这2件呢，或许读到这2句的时候呢，就去想到自己之前呢看过一个有关于苏格拉底的故事。苏格拉底呢是一位很有名的哲学家嘛，那他呢有一次呢，就是他的一个学生呢匆匆忙忙的跑进来呢找苏格拉底，然后他呢就很兴奋的跟苏格拉底说，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绝对想象不到的事。那在这时候呢，苏格拉底呢就毫不留情的去制止他的学生说，蛋姐，你要告诉我的话，有用3个筛子过滤了吗？那他的学生呢就愣住了，觉得情况不妙，他就摇了摇头说，老师是什么筛子？苏格拉底就跟他说，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的时候，至少应该用3个筛子过滤一遍。第一个筛子呢叫做真实，你要告诉我的事是真实的吗？那这个学生就跟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从街上听来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时呢，苏格拉底就跟他的学生说，好啊，那你应该要用你第2个筛子去检查，如果不是真的，那第2个筛子就是说，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那你要告诉我的事是善意的吗？他的学生很羞愧的低下头来跟他说，不是正好相反。那苏格拉底就不厌其烦的跟他说，好，那最后我们再用第3个筛子来检查看看，你这么着急要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件重要的事吗？然后他的学生就跟他说，并不是很重要。这时苏格拉底就跟他说，既然这个消息并不重要，又不是出自善意，更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假的，你又何必说呢？说了也只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那后学呢，听完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也有反思自己，平常是不是也很常这样，就是捕风捉影。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以前后学都会讲一句话说啊，眼见为凭啊，眼见为凭。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才发现，有时候甚至呢，连你眼睛看到的，它都不一定是真正的，又或者是我们听到亲耳，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哪有，那就是我亲耳听到的，它就是怎样怎样。亲眼看到跟亲耳听到，有时候其实都不一定是真正的。那最近后学在看一本叫《梅冈长日记》这一本书，它里面就有讲到，就是主角的爸爸呢，就是有一天这个主角的主角呢，他就是跟他哥哥呢在评论他们认识的某一个人，然后他爸爸呢就非常严厉的制止他说，不要再说这个人怎么样了，除非呢你能够披着他的皮，然后用他的身体呢去生活，你才能够去断定说他是不是就是像你看到的这个样子。这后学就会觉得说，确实自己有时候很常呢用自己的看到的跟听到的就去做解读跟评论，其实这时候这样的状况对任何人都是非常的不公平的，特别当这一件事情又是带有恶意的时候，会更有损自己的反正后学会觉得，当我们自己都觉得说好，我有听到，我有看到，我就急着想要下评论的时候，其实对很多事情跟很多人都是不公平的。所以当自己要下定论的时候呢，真的要先想一想，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说？特别如果是批评的话的时候，更应该要小心谨慎的去想过再讲出来。那再来的话是色斯温貌斯恭，他要说我们自己的脸色平常是不是有表现温和柔顺，或者是待人接物的时候有没有谦恭有礼。这个呢，后学也是看完之后呢，深深的反省自己，因为后学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喜欢笑，然后常常就是摆着一张脸，但后学说后学没有不开心，只是说就是可能没有习惯，就是看到人就笑口常开。那这一点呢，就是后学觉得自己的姐姐呢就做得很好，因为呢后学感觉自己的姐姐就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她看到谁呢都非常的有礼貌。然后后学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就是可能就是比较不常笑，所以脸看起来就非常的不容易让人家想要亲近。那这一点呢，后学以前年轻的时候就很常说一句说，我就是这样啊，不然你要怎样？可是后来渐渐长大的时候，才会发现，你今天要别人怎么对你呢？其实来自于你自己怎么去对别人。那如果我总是摆着那一副臭脸，又有谁会想要跟自己就是聊天呢？那再来的话是那个言思中是思敬，就是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或者是言谈之间，是不是有尽到就是忠诚，或者是诚心，有没有真心诚意？那在处理事务的时候，有没有想想自己做的是不是很认真？那后学现在呢，有时候都会去想到自己以前的在职场上呢，就是之前有在远东工作过。后来想一想呢，自己那时候工作真的很不认真，然后有时候呢，老板交代给我的事情又很长，就是挑三拣四，所以呢，以至于现在有时候工厂呢，有时候请到了员工，就是也会有这样状态的时候呢，后学就会去反思说，那一定就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所以呢，我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再来的话是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他其实是告诉我们说，当我心里有疑惑的时候，要真的去想想，说我是不是真的明白了。然后心里生气的时候，要想想我在生气的当下做出的行为跟说出的话，会为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件事情呢，后学最近特别有感，因为呢，后学很常呢，就是跟自己的室友呢，就是发生冲突，然后呢，以至于讲出一些很生气的话。那一天呢，后学才跟自己的弟弟讨论说，我发现呢，我很常因为讲出生气的话呢，然后好运呢都变坏运了。然后后学的弟弟也跟后学说，对啊，我觉得你有时候跟你的室友讲话太冲了，
那如果你好好讲话的话呢，就不一定姐夫会给你很多钱。那这时候后学就想说，对，所以呢，当我真的很生气的时候，要去想想我讲出来的话呢，会不会为自己招来一些不幸的后果。然后后学最近就有在调整自己说，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应该呢要表现得温和一点的。所以这样子呢，老公给我钱会比较心甘情愿。好，那最后呢，见得思义说，遇见可得到的钱财的时候，要想想是不是合义理，该不该取得。那这一点呢，后学就会就是会特别提醒自己哦，当就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呢，它究竟是不是真的合理？其实这个有时候呢，在利字前面呢，常常有时候都会合理化，就会觉得说啊，黑把劲啊，我那个又不是。以前后学都会觉得说，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是后学以前就是都会去买乐透，然后就会想说，哎，没有关系啊，如果我买乐透中的钱我再把它捐出去就好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在听课的时候就有听到讲师说，其实呢，我们去买乐透这样的行为呢，是不能够用合理化说，哎，我买到之后要把它捐出去啦，所以我可以去买。所以呢，后学会就这一件事情之后呢，后学就几乎就没有再买乐透了，因为就会想说，对啊，我不应该把我这样就是参与赌博的行为合理化，然后就觉得说，如果我有中的话，你再把它捐出去，就觉得说我这样做好像就比较可以。因此呢，后学认为，我们研读经典呢，其实就是特别是《论语》，后学觉得对自己刚才一开始的时候，领任也有说嘛，半部《论语》治江山。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江山，对于我自己一个人而言的话，就是我们周遭的生活，我们周遭的生活，我们跟别人怎么相处。其实透过《论语》，它真的是一本跟我们生活很贴近的经典。如果呢，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去研读它？如果我们把它记在心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脾气一来，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脑袋里面就会很自然的浮出经典里面的某一句话，而这一句话呢，就会让我们度过呢这一次的困难，或者是当我在绕圈圈又钻牛角尖的时候呢，经典很多的话语呢，可以让自己去转化那个念头，让自己可以是比较正向思考的。最后后学呢，用这一句活佛恩师的词训，他跟我们说，我们修行办道，光靠一股诚心还不够，要有智慧，有勇气，要有决心，要有耐心，最重要的是要有慈悲喜舍的愿心，你才能走完这漫漫长长的修道旅程。如果没有这一点圣贤先佛的经论做基础，你的道心就会起起落落，道理不只讲给别人听，要留一些给自己体悟。那最后后学就会以这一句经典不厌百遍读。经典呢，就是随着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呢，即使是同一句话，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体悟。所以呢，不断的去复习、阅读这些圣人的智慧结晶的话，会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呢，会越走越顺利。以上呢是后学今天对于《论语》的，就是学习心得。那如果有讲不对了，还恳求上天，还有各位前贤指教。最后感谢各位前贤聆听，祝福大家圣返如意、平安健康，谢谢。感谢那个第三讲师今天的讲这个伦理因为我们除了在学校国中的时候有上过这个文化基本教材以后，其实在道场我们要是说没有下去研究的话，我们对伦理也是没有很深的这个认识啦那今天呢听了这个第三讲师的讲解呢我们就稍微能够了解说我们修道真的，因为道就是在生活当中，那么而且这伦理就是跟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
都在修道了，要这些就是我们的戒经，我们讲给我们听了。他刚有讲道理讲给人家听，但是要我们自己去悟了。哦，你要是说没有，你要说你没有，刚刚也有讲啊，听了很容易，你要去体悟比较困难。啊，你听了以后，然后你要是说没有去力行，知而后行嘛，你没有去行，你也会没有体悟。我们听了一堂的这个演讲，我们去听的时候很轻松，但是他在讲的呢，人家说台下10练功，台上10分钟，他要准备的收集了很多资料，他有所体悟讲出来给我们听，我们要去体悟比较困难，因为我们听了以后，我们没有压力，我们一听就够了。我们听了以后，知了以后，我们没有去做，没有去行，所以我们没有感悟。然后他要准备这一堂课的时候呢，因为他要用心去讲，还要去收集很多的资料，啊，所以他很用心。但当我们去听的话，我们了解意思以后，我们只是听了，我们要说没有知了以后，我们没有去行，我们要体悟困难。啊，虽然我们求得道，大家都在修，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力行，哦，所以我们功夫下的就是比较浅，没有行深。那我们没有行深的话，我们要去体悟就困难。哦，所以呢，今天呢，很谢谢那个第3讲师讲这个伦理。那我们就看，我们现在就请点人师来给我们这个结伴的这个结语了。哦，我们有请点人师。领任副领任组长在座各位浅显大德大家晚安今天非常高兴呢又到了我们爱享的明德班，那大家呢能够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共同来探讨研究一些道理。那当然在这疫情的当下呢也不无小补因为我们因为呢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下呢，当然是借着这一种视讯科技的传播呢，那我们能够来学习是非常好。那当然呢也各位讲师呢也有学习表演的机会了因为刚才讲师有讲到呢金主不弃嘛那当然金主不弃来讲，也就是我们道场常常在讲的这个18般道义道义道场的一些技艺就像我们在佛堂呢在那个4年教育里面有6大领域那这6大领域来讲呢我们如果能够去给他学习，那当然就有表演的机会。那在学习当中呢，难免就是会有瓶颈会有瓶颈。那这个瓶颈就是1回生2回熟3回变高手因为在道场上呢前辈者也非常的慈悲啦各位浅显大德呢只要能够有去学习固然不能达到100分，但是只要可以，前辈者都会让我们有所学习的机会。
那当然在这个当下呢，我们要用出的修道的三达德智人勇智人勇，我们要去想前辈者要给我们学习了愿的机会他不是随便用点的，他是有去衡量考量这个人到底是可以跟不可以的所以说呢既然前辈者他要让我们有学习了愿的机会呢，那我们要义不容辞感恩有学习的机会。那当然在学习的过程呢只要我们有心去研究，去做一个体会而且我们都有在道场能够修办在每个活动当中呢，其实也都能够有所体会的又包括在这一个时事当中呢，也就是科技文明，我们现在好像也是一个地球村嘛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能够去了解，能够去看得到。那当然呢，我们要去学习到一些知道一些现象界人世间内的一些事情，那么把它应用在这个道场，那自然而然呢，我们能够去深化因为我们讲道其实来讲是讲心得，其实是讲心得你看我们虽然是用的论语里面或是圣贤先佛的词语，那当然呢也就是你在道场上修办的当中有所的体悟，那如果说你都没有去参与的话你当然就会经验不足，你讲的当然会非常的有限。那我们能够去涉猎的话呢所以说我们有学习的机会尽量能够拨空来道场学习你就用的时间走够之后呢，你自然就有这个经历，那你就是有所得。那你在讲道理的时候呢，当然你就能够左右逢源。你要讲在道场，你可以得心应手；你在讲到人世间、社会上、家庭来讲呢，其实你都能够得心应手的去把它这一个道理呢，能够把它理路出来。那因为你就是经过了这一个历练这个历练。那当然呢，在繁琐事情当中呢刚刚学习的时候呢，难免会有瓶颈这个是在所难免的。不论是在先天或后天呢，都是一样，一定会去遇到但是只要你有心的话呢，你就能够学得到如果说你没有心的话，即使再简单，你可能也没办法去把它做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能够有学习的机会，也鼓励大家呢能够来承担学习，自然而然呢，我们的心得呢就会越多。你对有人生的真意呢，你体悟的更能够深刻了因为在人生的顺利当中呢，你都能够遭遇，能够遇到好的跟坏的。那在好的跟坏的逆境跟顺境当中，你是安什么心就像今天讲师呢在前面讲人也是救世的宝华嘛重整纲轮的经纬，自信真善美的范本。其实五教经典五教圣人所讲的没有离开心即使说在论语来讲在儒家的四书这个四书来讲呢它比较贴近在我们的伦理道德里面，也就是人这个
平常当中的为人处事当中，其实在为人处事当中，你再好再坏都是你心所去演变而来嘛。那如果说呢，你在你的内心有了这一个真理，以五教圣人的这个真理呢，来把它做一个实践，当然就是你心呢，你所做出来的呢，当然就是非常的圆满，在人生上来讲呢，真的就是真善美所以说五教经典所讲，没有离开心性没有离开心性。那么心性就是一个圆满的根本你家庭也好，个人身修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其实都是在你心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心晚上讲师所讲的，那当然呢，或许也是这样那当然一边做一边休息休行在这一个人生当中呢有了很多的不值，但是当你不值的时候，你在学习听经闻法的当下，其实你就是在关照了你自己听的道理在关照，我好像是这样好像是好，好像是坏。那在好跟坏当中，好要让它更好，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借着这样来反观铸造，回来改变自己，而不是要去改变别人？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那我们听经闻法来讲，也不是说讲师讲的就是在讲谁，不是，它是针对我们人呢常常会去触犯不足的地方，那能够说出来呢大家在这一个方面呢，能够去着手去做一个调整改变。所以说，我们虽然是得了顿悟的法门，但是我们还是要怎样呢？我们还是要渐修慢慢的来修持自己能够趋于这一个圆满。你看，我们的脾气毛病有在改，如果没有改的话呢我们的贵人就会越来越少了我们人生的路就会越走越窄了。那你有所改变的话呢，就会改变你的命运会改变你的命运所以说呢修道修心嘛，办道静心嘛所以说呢我们在道场上不只说大家要共办之外，办就是一个福，那么呢能够学习就是一个慧，也就是你的内在呢要有所改变所以修行不是为了一个福报而是要让我们的心性呢能够慢慢的趋于圆满那你如果人生的圆满，在你未来来讲呢，当然你就会了脱生死因为你有在改变，你就是在离苦得乐。相对离苦得乐，你已经有这个意境的，那你百岁年老三寸气断的时候呢，你进入无语的涅槃，那就没有问题了要不然呢我们在这里没办法把它修好，你说以后我们真的能够归根复命吗我们的心性能够达到一个真善美所以在修行当中呢，其实真的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的，没有改变命运，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你的心性上下功夫，所以的命运自然会坎坷刚才讲师也有讲过嘛也有讲过，其实要改变的我们自己。如果说你关照到自己，你去改变了，当然你的命运就会转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不是道的问题，不是道场的问题，而是你个人的问题所以说呢今天非常感谢第三讲师呢，那在这一个轮椅显图里面呢的几句我们孔子呢所讲的一些这一个以
这种语句呢，能够把它非常好的来做一个分析，而更能够贴近我们的修办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切点点滴滴所以非常感谢呢第三讲师也非常的用心那当然呢能够这样滔滔不绝呢，其实也就是对于在这一个问题上呢能够心上呢有所体悟的所以说呢讲得非常好，那也对后学来讲呢也有挺大的启发，那也希望借着这样呢或许能够好好的来调整自己非常的感谢那因为我们又要进入到这个诵经的，或许不再多耽误，或许最后呢还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圣完都能够如意也期待呢我们这一个明德班呢能够更多的浅显大德，能够共同来学习，共同来扶持感恩。感谢点师的慈悲那我们现在一起闭班，大众请起立，前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燃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各位浅显，大家晚安。等一下接着诵经。谢谢。晚安。晚安，感恩。